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5月17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拄啊成立8个月，林德区德南国小体保棒球队，这个参加比赛的晋级，得到全国乐乐棒球锦标赛，佮第9届亚洲杯体保代表队全国选拔赛。上午由林德区长亲身授旗，同时佮有三立货柜赞助球队的经费，希望得到好成绩。伫德南国小人狮队的热烈表演，林德区德南国小体保棒球队明仔将出征第9届33美邦全国乐乐棒球锦标赛，甲第9届亚洲杯体保代表队的全国选拔。上午由区长郭宏仪亲自授旗，为德南国小的选手加油。小朋友的基础棒球我觉得是可以在仁德这边发展的这是未来会当去发展的所在也感谢今天2个企业主咱三立货柜跟盛伟王董事长跟咱黄总经理2位其实我跟他们拜托说，德南国小是有遇到这个困顿是不是可以协助一下2个慷慨解囊而且无第2句话就讲 OK 无问题就是要甲协助咱这些囡仔完成圆他们的梦这一次也希望我们的小朋友有企业主在你们当背后的金主这金主您这金主小朋友你们就努力的打，好不好？尽力的打，好不好？好，我们取得好成绩祝福你们。德南国小校长陈彦宏表示，虽然该校棒球队才拄成立8个月，伫教练甲全队队员的积极训练，才有这么好的成绩。这届比赛因为爱经费，伫区长的牵线，才有三立货柜、厂商加信维企业来做赞助。在学校成立这个体保队大概刚好8个月，那有可以达到参加全国性的那个参赛资格真的是非常不简单。那因为不简单，所以必须要一些出赛经费所以在郭区长的推荐之下，有2位企业主全力来赞助这一次的比赛经费，非常的高，也非常的谢谢他们。我们三立货柜的经营理念就是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然后回馈社会。那看到这些小朋友们，他们非常的努力，然后可以为了我们台南仁德去跟其他县市做一个比赛，做一个竞争，是非常的引以为傲。那我们这次很结合了许多的企业，然后大家一起共襄盛举，做一件这么有意义的事情，我们是打从心底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骄傲。2位企业家三立货柜总经理黄永仁加信维企业的头家王建元，抱着处之社会、用伫社会，除了赞助球队的装备加竞赛经费，并鼓励小选手取得好的成绩，只要得到前3名，还有奖金的鼓励。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将近1500位台南市民将伫后礼拜参加多益普及英语测验。富乐梦教育基金会为了支持市府第2官方语言的政策，特别赞助所有参加考试的市民一套文昌文具组。在7号上午，特别将文具组摕到台湾手表天团贵楼记号。市府推动英语作为第2官方语言，得到侪企业的赞助，已经由中兴公司提供1500个多益普及考试名额予台南市民。富乐梦基金会为支持市府的政策，也特别捐赠1500份的文昌文具组予第2官方语言办公室，并由富乐梦副董事长沈清莹亲自到手表天团贵楼起号，希望所有考生都会使高分过关。作为2关语推动的一个办公室主任，我们真的很感恩。那我们也会珍惜每一位市民的支持，然后呢，针对董事长的这样的一个心意，我们也会好好的来珍惜、来利用。那也希望我们台南市，包括我们台南市民，在学习英文的条件之下的状况之下，都能够善用每一次机会。希望透过这一次的文昌文具组，
各位考试顺利，谢谢大家。第二官方委员办公室表示，希望透过安尼民间企业甲政府的共同合作，让台湾市民的营运能力全面提悬，提升国际竞争力。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为了抢救年轻的计薪族，中央政府最近不断发出利多政策，其中针对药品股甲派遣人员，中央希望将基本工资调到3万块。不但地方政府因为财政困难无要买单，就连今年公务人员调薪3%，台南市的这些药品股拢调袂到，所以也被民意代表吐槽。国民党籍议员王家珍、洪玉凤、蔡耀辉甲蔡淑慧下午联合召开记者会，议员表示，中央政府为了抢救计薪族，最近不断地发出真侪政策，包括公部门的药品，或者是派遣工基本工资要调到3万块。消息一出，不但侪地方政府惊财政问题无要买单，甚至阁有4位议员来打脸，因为今年公务人员调薪3%，结果台南市有真侪临时人员，只要基本工资被调起，就无阁调3%。议员表示，基本工资2万2的3%嘛，才660块。议员表示，政府连660块都出不起，莫讲是基本工资要调到3万。如果民进党政府所讲的各种政策面的与民有利，确确实实都能执行，我们乐观其成，我们怕不怕吹落去？但是立马就看到了地方政府一一打脸。赖清德院长说，临时工加到3万，地方政府来买单。地方政府马上回答说，抱歉，我们没有钱买单，我们只是很卑微的在帮我们基层的这些临时人员，希望能够有机会比照公务员的3% 的加薪，一个月多了660块。我们已经讲了几个月了，市政府都不愿意。赖院长，你现在还要兼台南市的赖市长，你不断的给台南市下指导棋，但是台南市不足的这样子的一个财政缺口，你愿意弥补吗？如果你中央没有办法弥补这个缺口的话，你凭什么在那边开记者会说要帮年轻朋友来加薪？既然赖院长是从台南市出发去当行政院长，他的政策我们台南市政府应该要买单。那我们今天不论中央有没有补助，就这个2300多万，我觉得我们台南市政府主计处还有我们的秘书处还有我们财政局、财税局，对这样的一个经费，不管中央有没有买单，中央有没有补助，我觉得我们要先去试想。这样的状况，我们台南市政府可不可以自己编列预算来因应这样的一个那个加薪的问题？针对议员的精神，市府财主单位也回应，因为临时人员的基本工资对21009调到2万2，已经是调了4.72%，因为考量整体性甲公平性，就无佮加3%。至于抢救计薪族，基本工资要调到3万，因为中央政策佮伫拟定的阶段。一切等待正式公文书才能做确定。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今年2018台南博物馆节，市府文化局规划将8场的活动，分别为每一个场馆量身打造属于该博物馆的特色。另外，也为偏乡的学童安排行动博物馆专车，亲入偏乡的中学甲小学进行校园巡演演示。由在地起点剧团用趣味的介绍开场，这场2018台南博物馆节记者会，首先呈现给观众的是介绍台南济博物馆特色的动画影片，或者博物馆大合唱。影片搭配着音乐以及歌词，来完整呈现了台南博物馆的模样。文化局也希望借由1个月时间的博物馆节，让家侪小朋友会当学习到伫咧学校学袂到的知识。因为大家都知道，博物馆它就是科技、文明、历史、文化、艺术、音乐、文学等等，所有的这些人类重要的文化资产，它的宝库。所以我们在教科书里面或许看不到、学不到这么多的知识，但是博物馆里面却有非常非常多有益于我们教科书里面的这些知识。
所以我们希望说，在博物馆节这段时间，我们的小朋友可以走出教室，来到博物馆，来到文化馆，做更多的学习。我们有这么多的博物馆，真的是很值得来推广。那各位小朋友应该假日的时候，爸爸妈妈带你们出去玩，你就可以跟爸爸妈妈说，我们台南有45座博物馆那我们应该要选几座去体验那么让你的出去玩休闲去这个假日的时候全家出去，不只是一个放松之旅，还是一个知性之旅，可以从这个全家出去玩、出去放松的情况兼具，还可以有一些收获。对5月18号开始，为期1个月时间，伫咧大台南45间的博物馆有讲座、实地走访、手作体验等上百场活动，共同来打造这1年1度的博物馆节。也欢迎大家会当前往参与，来感受属于台南文化的多元吸引力。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为了了解台南企业的状况，代理市长李梦燕下晡前往台南科工区参访一间制作健身器材公司，由董事长郭海滨亲身接待，并且介绍该公司首创全世界第1台会当发电的绿能跑步机，市长也亲身来试用。为了了解台南企业的状况，代理市长李梦燕下晡特别来到科工区参观专门生产高阶健身器材的公司，并由该公司的董事长郭海滨亲自接待。除了听出该公司的简报以外，嘛介绍公司研发全世界第1台会使发电的绿能跑步机。市长嘛学了郭董事长的创意，并希望透过安尼的参访行程，让更较侪民众了解到台南企业的实力，让好的人才拢留伫台南。透过这样的参访让媒体来报道。那让台南，让我们台南不是只有小吃，不是只有古迹，也不是只有南科，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在各个在台南各个地方有很多这个隐形冠军甚至是世界冠军那很多有活力的、有创意的，我觉得都应该让市民更知道，或是让全国的年轻朋友知道，大概在就是比较后继续留在台南吃头路。没错，好的人才留在台南，我想这是第2个。那也是一种学习，也希望说，从对跟企业的一个了解，那么看你们把传统产业结合云端科技，结合大数据还有也转型到医疗器材，我想这些都是在既有的基础，那不断的求新求发展。那我想这个也非常值得市政府来学习。会后，市长嘛伫郭董事长的带领之下，参访该公司的展览室，并启用绿能跑步机等器材。未来将要完工的永华运动中心，嘛有相关的绿能运动设施，要让民众一边运动一边发电，达到环保爱地球的目的。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要跟着马上转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去年伫台中进行的打卡话题，就是阿尼斯特陈时中的展览。现主时，这项展览嘛刷到台南的百货公司举办，业者规划了将近200平空间，要让民众会当趁机会疏解压力。画面当中，一只柑仔色球状的生物，就是进前伫台中甲台北引起真侪民众讨论的陈时中阿尼斯特。这届台南的百货业者也特别将百货13楼的展览空间
规划成6大主题点，其中巨大球池、甲球体迷宫，互民众拢会当放轻松来佚佗，吸引真侪民众翕相打卡。主办单位就是希望透过这款的展览，互民众会当疏解压力。阿尼他是一个不能说谎的角色，然后他在有时候遇到要不要做这件事情，他就会无限的膨胀。所以我们这一个展览主要的诉求是在探讨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到底诚实是不是一件绝对对的事情？对，然后我们觉得阿尼这个角色呢，他有时候就会像我们一样。他有时候就是会有一些内心的冲突，但要不要表达呢？有没有可能你太过于诚实的表达，会发现，你其实有时候会被人生绊住。对，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一个展览，我们最主要的诉求是希望大家可以在这里像阿尼一样，他的这些冲突可不可能？其实阿尼其实就是有点像我们现在生活中的每一个人，然后他可以大家来体验这个展览之后，可以去了解，或是可以去发现，原来自己也有像阿尼内心冲突的这一面，然后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缩影。这个展览为期1个月，现场设置25地趣味大树的房仔，要互民众翕相使用。也有画图专区，互民众画出属于家己的诚实菌。在假日期间，也有限量的造型加两个。包括业者也推出真侪联名好礼。嘉义陈时军的民众都唔通错过这个机会。咱的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包括业者推出动漫游戏展，规划3大主题区，互参观的民众会当现场体验电漫、动画，也个 VR 游戏。展出的第一天呢，就吸引真侪动漫迷前往看展。位伫咧西门路顶的百货业者，结合知名游戏公司甲台湾原创漫画画家，伫咧百货立楼的展场，展出各种手机啊游戏甲漫画的展览。伫咧开幕第一天，就吸引了侪漫画的爱好者前往现场来体验。即日起至6月4号，星光3月台南新天地在6楼 C 区文化馆举办夏日动漫游戏展。那现场呢有邀请了9家游戏的公司们，然后还有我们的动漫的部分，还有国人原创区这边做展出。那现场呢还有 VR 和 AR 的体验呢，让民众们可以一睹动漫的风采。这场特展除了有游戏会当佚佗，佮规划了漫画商品区，提供予消费者来选买。并且也有现在上界流行的 VR 游戏会当体验。介意拍电动以及看漫画的朋友，一定要来现场试看卖。咱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安南区和顺国小甲台湾历史博物馆共同举办发现小小解说员活动，已经第5天，有学生来解说十家庄、家厝、庙宇、土甲厝等博物馆的情景，为民众介绍台湾本土文物。和顺国小小小解说员的活动，15号至18号上午9点到11点，伫咧台湾历史博物馆登场。学校以石家庄、街屋、庙宇、土角厝等等台湾文化作为主题，为观众介绍。一寡学生活泼的解说，也互现场来参观的民众感觉非常的趣味，并且对当中来学到真侪台湾的历史知识。刚进来的第一站就让我们很惊艳，没有想到和顺国小4年级的小朋友解说的这么生动。那我们的孩子，因为我们孩子是5年级跟6年级，他们觉得天哪，和顺的小孩怎么这么棒？他们才4年级。那我们这样子走过来视观，其实我又回头走过来的时候，我发现刚才这组的小朋友比刚才我们过来的时候，明显的非常的差异很大。为什么呢？营就载大，一次比一次。观众越来越多，他们表现得越来越棒，我觉得真的是让我感觉到和顺国小在这部分非常的用心。从5年前我们就开始发展这个博物馆的课程，到今年我们从1到6年级已经发展了完整的以台湾历史博物馆为主题的一个校本课程。好，那我们在4年级的孩子，我们一共有8个班级，200多个小朋友。每一个小朋友，他们都必须到台湾历史博物馆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课程。那我们主要的目的是希望给孩子一个能够展能的机会，尤其现在在108课纲12年国教就要上场的这个时机点，我
我们更要做这样的一个连结。发现小小解说员是一门复合新课纲、自主、互动、共好精神的课程，并且可以当培养到小朋友的历史素养。学到什么样的东西？在整个解说怎样？我学到大家可以一起团结完成那个我们的海报，或者是那个这个道具，然后也可以那个有人也会那个找那个补充资料来写，然后呢再一起讲上去，所以呢可以学到很多关于时代上的知识。在整个练习的过程当中，孩子呢学习到很多，他们学习到如何同心协力，然后也了解了自己很多的乡土文化历史，让孩子们能够吸收到更多，而且每个孩子都有参与的机会，他们都有展现自我舞台的这个机会。和顺国小连续5冬来持续推动这个相当有意义的历史课程，除了训练学生来讲解，并且阁让学生有一个自我展现的舞台。另外，学校也陆陆续续将校本课程的教师手册以及学生手册来编制完成，希望会当将这个教学活动落实在每一个小朋友身上。台湾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创立知名美食的头家詹正义，伫台南卖美食已经超过30档，首度推出独家的私房料理——炭香红烧牛肉面，受到人客欢迎。透过报道介绍给观众朋友。用新鲜无漂白过的面粉，每一工来制作出高品质的面条，佮加上美国牛肉，采用半筋半白的部位，先用小火炒过，再来深度炖煮，创造出一种特殊的香味。这就是头家曾正义伊的独门撇步，佮加上蔬菜汤头、肉甲汤的完美结合，或者过顾客拢亲亲必去饮。阮是迄个巴豆腰牛肉面，阮的牛肉是采用美国牛腱心的牛腱肉。它的特色就是说，它的那个肉质是半筋半肉，纹理分明。炖煮之后，它的口感会很嫩，然后甜度会比较鲜美。它的价位相对也是最高的。经过我们一些独有配方的一些炖煮之后，阮的牛肉卤制之后，我们再经过炒制，呈现一点微微的一些焦炭香。它会呈现出外表香，里面嫩，吃起来特别有牛肉的那个鲜甜。因为伫咧中华东路有新的分店开幕，头家也非常的大方，全面优惠的介绍，祝福人客。这有一个好康要甲大位乡亲咱来甲介绍一下。这段时间，阮的文平店，阮有做买100元，送15元，折价15元的那个活动。那我们营业时间是上午的11点到晚上的9点。那么另外有那个中华东路2段107号，到那边享用那个炭香牛肉面，我们一律85元大优待。这间店以面食作为主要的卖点，每一碗拢有值得品尝的特殊口味，未食过的民众一定要来试看卖啊！这隐藏版本的台南美食。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在份的天气，温度28度到30度，落雨几率2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8级。感谢你收看5月17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为了感念。